好，嚟到科普漫談嘅時間啦，咁啊通常咧城中有一啲好有趣嘅科普話題咧，咁我都會擺喺呢個不定期嘅節目嗰度同大家分享嘅。咁啊啱啱喺呢個星期啦，咁啊大家有留意呢個美伊戰事嘅話咧，都會留意到一單新聞嘅。咁就係譬如話美國喺執行呢一個轟炸嘅時候咧，咁啊曾經試過有一日之內咧有兩架嘅戰機咧就被呢一個伊朗嘅炮火擊落咁嘅樣。而呢兩架戰機咧，分別就令到3位嘅即係飛機師咧，咁就跌咗落嚟。咁啊，而家到呢一刻為止，其實3位都救得翻。咁但係3位之中咧，咁其實其中有一位咧，就試過遺落咗喺伊朗嗰度咧，就自行生存48小時嘅喎。咁然之後後來咧，先至靠住美軍咧，即係扭盡六壬，用咗好多嘅資源同設備，咁啊，終於能夠拯救咗翻嚟咁嘅樣。嗱，咁如果你話以呢一個喺戰爭之中嚇，尤其是現代戰爭之中嚇咁兇險嘅情況，喺敵人嘅後方嗰度能夠將一個嘅即係成員係咁樣拯救翻嚟，係然之後大家係毫無傷亡嘅話咧，咁我覺得絕對係一個軍事任務上嘅奇蹟嚟嘅。咁但係當然啦，咁啊有人就會覺得，喂唔係喎，嗰啲咁嘅武器設備好貴嘅喎，咁今次其實美國損失慘重喎，咁甚至乎咧，美國嘅機員咧，仲留低咗佢一啲隨身嘅食物啦，甚至乎有條即係有美國國旗圖案嘅底褲喺度添，咁樣，咁今次係咪底褲都輸埋咧？咁樣樣，嗱咁啊當然啦，誰勝誰負呢啲嘢咧，咁我就唔擺喺呢啲咁嘅科普環節嗰度評論啦，咁啲純粹係大家嘅價值取向問題啦。咁但係咧喺呢一個咁嘅營救行動入邊咧，原來仲有後續㗎喎。咁喺近日咧，我發覺咧喺呢一個尤其是美國嘅媒體嗰度咧，出現咗一個好奇怪嘅科普新聞啊！咁佢講咩嘅咧？佢就話咧，似乎喺呢一個嘅營救行動下，即係花咗48小時揾咗嗰個最後一位即係嗰個 F-15E 戰機嘅第二機師，就即係話喺成個即係呢段期間啊，3位機師之中最後一位咧就被營救出嚟嘅嗰一位咧，就話用到咧一個好即係高嘅科技咁嘅樣。嗱咁啊，其實事緣就有啲特別嘅，我自己都好懷疑就係話，喂有乜嘢黑科技、高科技喺度咧？講到非常神秘喎。咁啊大家都留意到而家畫面上邊呢一個叫 New York Post 啊，咁其中即係都係一個咧美國嘅屬於右翼嘅一個小報性質嘅即係一個咁嘅媒體啦。咁佢就話一種咧好神秘，以前從未用過嘅 CIA，即係美國嘅嗰個中情局啊，佢嗰個嘅負責有一種咁嘅設備喎。咁佢就話咧可以幫你咧喺空中咧去揾得翻嗰個遺失嘅人員，就算佢得翻個心跳，我都會揾得到。即係嗱呢句説話咧，就由翻嗰個美國嘅發言人咁樣講出嚟嘅時候咧，咁啊大家好容易有個混淆啦。嗱，首先第一係乜嘢嘅黑科技、神秘科技先？第二就係話，究竟呢個人員唔見咗，只要你心跳，我都會繼續去揾到你，係純粹係一個精神上嘅口號啊？定係真係話有一個科技能夠就係地面有人有個心跳，我都可以能夠濾清楚嗰個信號，然之後透過我呢一個神秘科技嚟去揾得翻你咧咁嘅樣。咁你會發覺咧，如果你去揾一個嘅字眼啊，就算而家喺聽節目嘅呢一刻啊，你揾一個叫 Ghost Murmur 呢一個咁嘅字眼。佢就話咧，就係 Lockheed Martin 搞出嚟嘅呢個黑科技嘅呢個昵稱嚟㗎啦，就係叫 Ghost Murmur。咁你話如果用中文譯咧，點樣為之傳神咧？咁樣樣嗱，即係一個鬼喺度低聲細語，即係話咧呢一種咁嘅儀器咧，似乎係可以咧一種人類聽唔到嘅一種信號，但係咧佢能夠執到呢種信號，呢種信號非常之微弱嘅，就好似一個即係鬼在低聲細語一樣咁樣樣。咁啊，我唔知道點樣用中文去譯啦，即係我覺得話人哋講嘢唔清楚，一嚿嚿啊鬼食泥啦，係咪？咁啊，如果夾硬譯做中文，我就會用鬼呢喃呢個字啦。呢喃通常就講你好低聲細語、輕聲細語咁嘅意思，一種好似鬼呢喃嘅一種咁樣嘅科技，就似乎係用上咗。咁啊，入邊仲講到咧，哇，牽涉到量子科技嘅喎，然之後再加埋結合埋人工智能喎。咁嗰啲量子科技就勁到點咧？就係你咧係連一個喺一個鑽石入邊個結構入邊有任何嘅缺損，即係譬如個鑽石結構入邊就有一個唔完整、唔完美嘅瑕疵，引發出嚟可能一啲帶磁力嘅信號咧，你都可以咧咁細尺度、咁微細、咁靈敏都度得到嘅。
我哋原來就用呢種科技就可以凌空咧，就度到一個遺失咗嘅人員喺地面上，佢嘅心跳我都能夠感受得到。咁於是乎喺伊朗嗰個曠野嗰度，周圍無人，突然之間，你濾走晒呢啲咁嘅雜訊之後，係咪就可以獲得到呢個人員嘅心跳資訊，從而就可以定位去做搜救咧？咁嗱，吹就吹到咁嘅，OK。咁啊，然之後就講到繪影繪聲，好似係真嘅添。嗱，咁啊，即係當然啦，嚟到呢個位，真正即係去熟呢啲咁嘅即係量子科技嘅人咧，就會出聲噶啦。咁如果大家有留意翻我喺科學新知嘅環節咧，其實都有提到嘅，甚至乎同 Larry 做嘅即係軍工開密都有提到。嚟緊咧，呢啲咁嘅量子科技喺軍事上的而且確個應用係好大，但係問題嚟緊最接近可以喺軍用嘅量子科技，係唔係就係講緊呢一種可以連一個遺失人員心跳都度得到嘅科技呢？對此我係懷疑嘅。嗱，咁首先要記住先，我哋以往提過嚇，未來好快會發生嘅一啲嘅，譬如話係量子能夠做感應嘅一啲科技，即係 quantum sensing 嚇呢一個咁嘅概念呢，有幾種，不外乎就係可能你一個飛機或者即係一個偵察機，甚至乎一個衛星喺呢一個嘅天空太空嗰度做搜尋，去嘗試量度下地面嗰度好微弱嘅磁場資訊變化。咁其中一種就係話，你可能有架低空嘅偵察機喺海面飛過，佢配備住呢一個咧可以量度好微弱磁場變化嘅儀器咧，咁佢就可以感應到喺海底入邊究竟有冇潛艇啦。咁呢樣就有可能係開發緊嘅呢一個咁嘅技術。咁其實即係呢種技術有乜咁神秘？其實又唔係太神秘嘅啫。我就會話啦，其實咧，如果你即係聽過有朋友要喺醫院去做 MRI，即係去或者做個腦掃描又好，或者係全身嘅一啲磁力共振都好，其實就係一種咁嘅量子科技嚟㗎啦。呢種量子科技入邊牽涉到可能係會有超導體啦。呢啲超導體佢嗰個設計就能夠去攞起去感受到極其微弱，甚至乎單一個量子單位嘅磁場變化，佢都能夠感受到嘅。咁所以咧，喺即係有咗呢種科技咧，我哋就將佢用喺人嗰度嘅時候，就佢會可以幫我哋追蹤到嗰個人體入邊嘅水分。佢入邊有好微弱嘅磁場變化，尤其是有新陳代謝活動嘅時候，有微弱嘅磁場變化，就可以呢個微弱嘅磁場變化信號就由呢一種量子嘅科技牽涉到超導體嘅呢一種咁嘅技術咧，就能夠攞得到。咁其實你要發覺磁力共振就係其中一種我哋現行嘅一種叫量子感應嘅科技噶啦。咁而家就係話，如果軍事層面就係話，而家原來我哋已經發達到咧，係可以唔使要將即係好似一個咁人咁近嘅距離噶啦，就算咧你有架偵察機喺上邊飛過，然之後地面上嗰個人咧都感應到噶啦，咁嘅樣，咁係唔係真係做到咁黐線咁靈敏咧？嗱，呢一個咧就好多嘅專家都好存疑嘅。嗱，咁喺呢一度啦，咁我可以又帶俾大家聽一啲嘅消息啊。咁其實咧，當呢一個咁嘅叫做鬼離藍科技啊，即係呢種好似存在定唔存在嘅一種咁嘅黑科技，被呢一啲咁嘅即係周邊嘅媒體廣泛報導之後咧，咁咧就馬上引來咧真係一啲專家媒體咧，即係佢哋真係去認真地去探視呢個問題喎。嗱，咁喺呢一度咧，嚟緊有兩篇，我就覺得係好，即係好實在係好呢個學界上主流文章，你揾到一啲正式喺呢一個行嘅專家咧嚟去評價呢件事嘅。咁呢一個就係 Scientific American 美國嘅科學人雜誌。咁咧嗰個記者就馬上去揾到一啲嘅真係業內啊做呢一個量子遙感技術嘅專家嚟去評價呢件事。咁好多時呢啲專家佢就係啦，佢就嘗試運用呢啲叫做好靈敏去度好微弱磁場變化嘅科技嚟嘗試，就係話可唔可以度一啲更加難度到嘅嘢咧？咁嘅樣，咁即係世界上而家無論喺瑞士啊、德國啊、英國啊、美國，有好幾個唔同嘅專家小組咧，係去競逐緊呢一方面科技嘅發展嘅。譬如話喺嗰個醫藥科技入邊，佢哋能夠做到就將人體入邊嘅微弱磁場變化度得更加好。開頭就度呢一個即係腦部嘅磁力共振，咁如果嚟可能身體上其他地方嘅磁力變化，甚至乎神經元嘅嗰啲咁嘅活動咧，都能夠去度得到。咁另外譬如有一啲用喺唔係醫學嘅層面，用喺軍事層面就係咩咧？就係我頭先所講啦。
好遙遠地去感覺一啲係譬如話，因為個潛艇喺海底帶嚟嘅微弱磁場變化。咁因為咧喺海底度好人好者唔會突然之間有咁大嚿鋼鐵喺度嘅，你有咁大嚿鋼鐵咧，佢就會令到咧出現咗一個咧同地球背景嘅地球磁場有少少唔同嘅磁場變化，而呢種變化咧就有機會咧就俾呢一啲量子遙感儀器去度得到嘅。咁所以咧，你牽涉法就即係一個問題就係話啦，你如果想度好微弱嘅信號咧，你好近去度佢，即係由人體咁弱嘅信號，你就要擺入一個好巨型嘅機嗰度咧嚟去度佢。一唔係你想係要係軍事層面咁遠距離，以公里計距離去度嘅話咧，咁嗰件會發出信號嘅物體咧，都要有翻咁上下龐大先得。所以如果你問我咧，能唔能夠喺一個軍事尺度層面，天空同地下以公里計嘅距離，去度到一個人嘅心跳咧？其實呢個就係好大嘅問號喺度啊！就算你有埋人工智能，咁又如何咧？係唔係真係就代表度到咧？你即係呢種嗱，首先要明白下，而家以現存啊，就根據翻呢一個美國科學人雜誌所訪問嘅專家，甚至乎係另外一個咧。亦都係非常之犀利嘅科學期刊 Science 呢一個咁嘅期刊，佢亦都有獨立地訪問另外一組嘅專家，佢哋俾出嚟嘅意見都係一致嘅。佢就講咩咧？嗱，我哋人啊嗰個任何神經元活動、腦部神經、心跳，以或係甚至乎係身體嘅運動神經活動咧，都係會俾到好微弱嘅電場同磁場活動俾我哋度到嘅。咁如果我哋有個頭盔度腦嘅電波，咁嗰啲叫腦電波掃描。咁但係咧就只能探測比較表層上邊嘅變化。心跳、心嘅電嘅信號、心電圖啦，大家都聽過係咪？咁磁力信號更加弱嘅，咁啊腦部磁力共振嗰部機就大好多，成個人都要塞入去噶啦，乜嘢金屬都唔俾帶入去噶啦。咁然後亦都而家有科技係做到咧，用磁力嘅方法度呢一個心臟嘅嗰個嘅活動。咁即係叫 magnetocardiogram 一種咁嘅概念。咁呢種即係做法，即係有咩好咧？嗱，你既然有腦電波、心電圖，但係如果你能夠度到腦嘅磁力共振、心臟嘅磁力掃描嘅話咧，個好處就係咧，佢係更加微弱同埋更加深入嘅都度得到。電嘅信號咧，即係表面上你過1厘米咧，就基本上冇噶啦嚇。即係我哋身體發出嚟嗰個電力嘅微弱信號好弱嘅啫。OK， 你夾硬揾一個探測器黐住喺個皮膚度就勉強度到。一離開咧，佢穿透空氣嘅能力、穿透介質嘅能力好差嘅，就唔係好度得到嘅。但係磁嘅信號咧就有希望多啲，就比較深處啲嘅。佢雖然更弱，但係反而能夠去透穿嘅距離就相對多啲，但係講多啲咧，都係以幾厘米至10厘米計嘅啫。咁所以你話如果我想度下一個用磁力方法度人嘅心跳，即係感應到佢磁嘅信號俾出嚟嘅心跳信號咧，係度到嘅。OK， 即係喺好多時佢哋即係呢啲咁嘅專家去發展一啲科技嚟度下嗰啲好微弱嘅一啲。即係晶體樣本入邊嘅微弱磁場嘅信號咧，佢哋都度得到嘅時候咧，就變相就直接可以用呢種科技攞嚟度人俾出嚟嘅信號，因為反而咧人嗰個嘅身體新陳代謝活動俾出嚟嘅信號，係比起呢啲一個好微弱嘅晶體樣本入邊俾出嚟嘅磁嘅信號要係強啲嘅。即係講緊嗰啲未來量子電腦俾出嚟嗰啲微弱信號咧，其實就仲弱過我哋個心跳信號添。但係咧，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要上升到軍事層面，以公里計嘅時候咧，成個信號咧就會就算係磁嘅信號啊，減弱得好緊要。有幾緊要咧？佢哋打咗個比喻嘅，就會係去到講緊係即係你講緊億萬同埋即係千億萬分一倍啦。或者用個實際啲嘅一個數字就係話咧，佢話如果你真係講緊要喺一架偵測機上邊有個度量子磁場信號嘅一個感應器，你想度下一個人類喺地面上邊嗰個心跳俾出嚟個磁場信號變化咧，佢嗰個信號嘅弱嘅程度啊，係比起我哋地球磁場啊，仲要弱100萬倍。OK， 咁而喺現存嘅科技咧係做唔到嘅。咁而唔好忘記，成個地面咁大嘅範圍咧，仲有其他嘅生命喺度喎。可能有隻兔仔啦，可能有隻鹿啦，
OK，可能你話嗰個即係伊朗廣闊嘅沙漠冇嘅，嗰度係可能得個人啫。但係問題就係佢掩蓋喺其他詞嘅信號入邊咧，唔係話你用 AI 咧濾就濾到嘅啊。咁因為你去濾清雜訊嘅信號咧，又未有 AI 之前，我哋都有一定咁樣嘅科技，但係你要有個數據喺度，係咪？咁所以而家咧，我可能即係只能夠就係話啦，喺一個以公里計嘅距離咧，人嘅心跳發出嚟嘅磁頻嘅信號咧，跨越咗幾公里之外上到去咧，基本上係分辨唔到出嚟嘅。咁呢一啲咧就唔係由我講嘅，係由一個真係喺行頭入邊專家嗰度咧話俾你聽嘅一個嘅事實。咁所以咧，翻到嚟咧呢一個咁嘅即係New York Post 佢呢啲咁嘅報導嚇，講到又用到 AI，又可以跨越以公里計嘅距離，然之後就用到呢一個量子科技與呢一個人工智能咧。咁我就覺得就有少少講大咗嘅。OK，而家嘅呢一個嘅量子對於磁場變化嘅測量咧，就停留緊喺即係喺一個嘅醫療室入邊對一個人嘅信號近距離嘅測量係做得到，或者如果你係講緊軍事嘅尺度嚟講，你就要係件樣本俾出嚟，係樣本本身夠大，俾出嚟個信號夠大，比人大好多，咁你就即係都可以有機會度到。咁有人就話啦，咁搞呢一啲咁樣嘅信號，除咗軍事用途，仲有冇咩其他咧？咁其實咧喺專家們去提出咗其中一種應用，我覺得幾有意思，幾值得介紹俾大家嘅。佢就話咧，你要好精確度到嗰個嬰兒個胚胎，即係佢甚至乎未成為好成熟嘅胎兒啊，可能仲喺胚胎階段，佢咧即係開頭已經有啲組成心臟嘅細胞喺度震顫喺度心跳噶啦。就算你未睇到有個循環系統，已經睇到有堆細胞喺度震噶啦。呢啲咁微弱屬於胚胎嘅心跳信號咧，你係冇辦法連到一個感應器嚟度佢嘅心電圖嘅。咁但係咧，因為佢呢啲信號咧都能夠透穿咗幾厘米至10厘米嘅呢個距離咧，就有機會咧就為呢一個嘅胚胎度下胚胎嘅心跳是否正常咧，就做一個叫好似一個磁力掃描嘅一個方法。咁你如果人類正常度心跳正唔正常，咪心電圖咯嚇，跟住想度腦嘅深處活動就腦掃描咯。但係如果你係想度嬰兒胚胎嘅心跳咧，心電圖做唔到噶啦，唯一咧就係靠呢啲咧叫做磁力掃描啦嚇。咁即係呢一樣嘢本身咧就開發出嚟咧，有佢一個實際嘅一個醫學嘅應用喺度嘅。所以咧，就算未來嘅戰場上邊咧，有人都話啦，我哋要做到咁，即係要嗰嚿啊，攞嚟度腦掃描咁笨重咁大嚿嘢咧，因為入邊咧要有超導體，而超導體咧本身就唔係好大嚿嘅啫，但係咧佢需要一個極之複雜、極之笨重嘅冷凍系統，將佢冷凍喺呢一個零下270度左右，令佢能夠以一表現到超導現象先能夠度到嘢嘅。咁所以咧，你如果想將呢啲機器微型化咧，咁就好複雜啦。首先，你點樣整到一個冷凍裝置係好輕巧地可以帶住周圍走嘅先？所以咧喺呢一個即係軍事科技應用，其中有一種啊，軍事醫療啊，喺戰場上邊能唔能夠做到一個好普通，只有係可能係一個書櫃，或者係可能係俾2個背囊咁大到嘅一嚿，可以即場幫軍人即係受傷嘅軍人做腦掃描嘅一部咁嘅小型機器帶住周圍走嘅咧？咁其實而家都仲係開發緊。咁而且咧嗰個嘅精確度咧就一定會係低啲噶啦。咁可能佢要用到另外一啲冇咁好表現嘅超導體材料，咁於是乎就唔使帶咁大嘅呢一個咁嘅冷卻嘅組件啦。咁所以咧呢一啲咁嘅技術嘅限制咧，亦都帶嚟喺軍事應用嘅限制嘅。你咧如果真係講緊嚇，你就算帶咗部好似而家醫院入邊用嘅磁力共振嗰部機，當你將佢成嚿嘢擺咗上架偵察機嗰度嚟去度。其實佢只能夠度到咧1米範圍內嘅磁場變化，就能夠比較精確度得到。你要去度幾公里咧，係度唔到嘅。OK，咁你想象一下啦，你要一個最後做到件嘢幾大幾笨重，先能夠將佢個靈敏度提升，去到以公里計咧。咁暫時嘅科技嚟講咧，就真係仲未做得到。
嗱咁啊，所以咧，即係喺呢一度嚟講啊，即係我就覺得件事好有趣嘅，的而且確咧，量子科技同埋啲人工智能係可以將我哋嗰啲儀器嘅靈敏度提升嘅。但係咧，都係嗰句啦，如果你話咧要講得咁誇張，真係要係可以喺天空咁遠都度到你地面上嘅人嘅心跳咧，而家係未做到嘅咁。咁所以咧，我自己會比較傾向相信就係話咧，即係美國嗰個嘅戰爭部嘅發言人，佢哋嗰個即係記者會度講咧，純粹就表現咗佢哋嗰種叫做不惜一切代價都要救到我哋同僚嘅呢種精神。只要你有心跳，我都會揾到你。係咪？就唔係講一個儀器真係能夠做得到，係佢哋嗰個戰鬥系統入邊咧，係真係能夠即係叫做努力去拯救，甚至乎我覺得佢可以講到就係話咧，就算啊真係如果嗰個軍人即係嗰個機師好不幸已經犧牲咗，佢哋都會係努力地去嘗試揾翻條屍翻嚟添，係咪？即係實際上佢哋嗰種精神係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嘅。咁即係我呢度咁講啦，呢個機師之所以能夠被搜救，當然佢自己好有嚴格地遵從訓練上嘅要求啦，同埋佢揀咗一個地方去發出嗰個信號咧，即係一個真係好難俾敵人發現嘅一個嘅即係地方，同埋嗰個發出信號嘅方式，亦都好難被敵人發現。咁你要知道一樣嘢就係話，喂，明明佢已經有個通訊器喺身，然後啲機亦都飛咁耐，點解都要花48個小時先揾到咧？其中一個可以想像到嘅原因就係話咩咧？佢首先要時間揾到個安全嘅地方。然後佢嗰個信號發送器咧，應該咧係非常之有方向性嘅。你話如果擺一個信號發送器係向住360度周圍去播嘅時候，你即係等於話埋俾敵人聽你喺邊啫嘛，係咪？咁所以咧一個比較穩陣嘅方法就係你企去一個比較高嘅地方，然之後你嗰個信號發送器咧係淨係好似一個喇叭向住天咁播嘅啫。所以咁啱有個飛機有個衛星咁啱劃過嗰個範圍嘅時候咧，先至度得到。咁呢個範圍本身亦都唔會闊得去邊噶啦，咁所以咧，美軍本身嗰個搜救隊咧就真係要掃得好清楚，揾得好清楚，即係要用比較耐嘅時間先能夠揾得齊嗰個嘅範圍。咁呢個我就想像到係其中一個原因，亦都確保咗就係話敵人咧冇咁容易咧係可以喺由側邊嗰度聽到佢個信號。咁所以喺呢度咧就最主要用翻嗰個傳統嘅即係有方向性嘅一個通訊咧，嚟去即係去令到嗰個失蹤嘅人員咧，同美軍取得聯絡，就而唔係咧就講到呢一個即係暗黑嘅即係黑科技，又吹到量子，又吹到人工智能咁誇張啦。咁嗱咁啊，即係呢一個嘅討論啊嚟到呢度先啦。咁我哋就會嚟緊都會繼續留意住美國、伊朗嘅戰事發展啦，同埋所有相關嘅軍工與及科學嘅新聞嘅。咁我哋呢節嚟到呢度先，我哋下次再見。